咱台湾无人大坑咧用的厝袂少，而且这个问题是愈来愈严重。公民团体邀请4个党的代表，就安怎解决空厝的问题来讲说明，嘛希望这个会期了也会当有共识来完成修法。透过扣档税的方式，互厝主甲坑咧用的厝提出来税人，增加供应了后，税厝的价效就会降低。 厝价一直起，空厝的问题也真严重，对着真侪租厝人的权益是影响真大。扣囤房特别税也真侪人伫提议。公民团体二邀请4党的代表，就安怎来解决空厝的问题，向民众来讲清楚。在野党立委就批评执政党一直歪修法，唔知要建议到什么时阵。促使多数空置房屋进入市场之后，也可让租金补贴的政府的政策可以更有效。事实上，这个光从马政府到蔡政府，几乎我们房价价格就将近走了快3倍。房东被逼出来，但是也表示他要开始缴交他的租赁所得，那他会不会把这个租赁所得的税转嫁给房客呢？很难一步就到位哈，所以我们总要往前走。那所以房屋税的一个修正，这现在正在启动。 在野党立委认为，建议中央另外定囤房特别税，伫税基甲税率的设计上提出真正有违法律的方案，才有法度互出头家放手，导引这空厝出租。我们现在租屋是供不应求，所以说更多的房子拿出来出租的时候，事实上也对于我们目前租金的这个上涨，会有一些和缓的趋势。空置税这个部分呢，基本上也是一种惩罚税。 我觉得可以立法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立法，而不是临时税。学者支持扣囤房特别税，建议长期扣税，互厝头家改变态度。也若在野党立委是希望讲，这个会期即要结束，条约会使有共识，完成修法，经过扣档税方法，互厝头家甲空厝租出去，降低租厝的价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